澳門有超過12萬部電單車，而私家車亦都接近12萬部，係全世界車輛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。澳門街嘅地方細，自己揸車確係幾方便嘅，尤其係電單車。多數澳門人嘅性格呢，都係希望快啦，快靚正，最怕就麻煩啦。如果有得揀嘅話，當然就係泊街位啦，又唔俾入銀仔，又冇電子支付，咁點搞啊？事源舊嘅咪錶經營合同咧，喺2023年4月30號就屆滿嘅啦。而交通事務局就喺合約屆滿之前就修訂咗公共泊車服務制度。而喺未批出新嘅經營合同之前咧，交通事務局就宣布喺2023年嘅5月1號開始，原有嘅入銀服務咧將會被取消。當時喺社會咧已經引起咗好大嘅爭議㗎啦。交通局當時就承諾會加緊街道咪錶嘅公開競投工作，同時會要求新嘅營運者為咪錶提供最易用數碼支付，而且會爭取2023年內完成有關嘅批給程序。結果就係一拖再拖啦，由爭取2023年之內完成招標，到改口2024年之內招標。但係今日已經係2025年嘅今時今日，都依然未有新嘅合同係公開招標，亦都冇更新過新嘅付費方式。現在都只能夠係閃付或者係澳門通，對市民嚟講咧係非常之唔方便㗎。有時啊，張卡咧冇錢㗎嘛，你入唔切啊，或者冇入錢咁啊，又係麻煩，又要去超市入錢。我而家澳門通唯一就係攞嚟拍咪錶咯。用卡咧取消嗰個硬幣咧，其實喺我角度我都贊成代硬幣咧都係唔方便。係。你話有邊個會冇嗰個巴士卡啊？不過如果你有多方面嘅途徑，電話或者卡都可以。按本地人都適應晒，你有更加多唔同嘅嘢，更加方便啦。係市民自己嘅一個責任同一個提醒咯。係啊，呢個唔係話政府可以幫到你嘅。不過問題前提下就你俾多啲電子支付。唔係應該要便民啲嘅咩 ？OK， 可以轉場啦。等等，頂又抄咗牌，仲鎖埋碌添。今次又唔見咗千幾蚊啦。咁點解政府話抄咗牌之後唔用短信嚟通知我，等我搬走部車，要搞到鎖咗碌先至用短信嚟通知我呢？真係激死人！根據現行嘅澳門法例，濫泊或者冇入咪錶，警方就有權抄牌。而抄牌1個鐘頭之後，車主都冇開走部車嘅話，治安警交通廳就會鎖車。大家不妨思考一下，你覺得執法部門抄咗牌之後，車主應唔應該收到短信通知？透過短信通知嘅方式，係咪可以令到車主盡快處理，有助提升車位嘅流轉率，減少違例所帶嚟嘅影響？現時警方嘅做法就係鎖咗碌之後，就會用短信通知車主。但係如果喺咪錶位被抄牌嘅話，就唔會通知㗎啦。針對呢個問題，林宇滔議員喺2019年嘅時候已經去廉署反映㗎啦。廉署當時嘅回覆咧就話政府係違反咗善意原則，特區政府一直都冇重視呢個問題，冇按照廉署嘅建議就會改善相關嘅問題。關於未有按時去入咪錶嘅一啲短信通知嘅回覆咧，係表示遺憾嘅。因為喺2019年頭先我都講到，廉政公署清晰要求當局喺技術許可嘅情況之下，應該以短信通知居民，達到一個行政嘅善意原則。但係頭先局方嘅回應好明顯，呢個唔係技術嘅問題，純粹係局方嘅行政決定，覺得呢一件事唔應該要通知居民。我覺得呢個係嚴重違反咗公共行政嘅善意原則。更加重要，必須要強調，所有嘅違例嘅通知，我哋當然係希望所有嘅違法嘅人係即時去處理，無論流轉率或者違法泊車，應該一視同仁。我聽唔到頭先咧，局方有合適嘅理由啦，去迴避呢個問題嘅。因為我做緊嘢，我出去入咪錶嘅時候呢，嗰啲客又嚟揾我，我就做嘢等埋嗰啲人出嚟，已經係紅紙啦。自己嘅錯，你唔怪得人，因為我係一啲怨言都冇㗎。呢個係我自己唔記得。從高流通性啊，或者係個方便性啊，或者係個價值性，我覺得唔好合理咯。所以我冇話啱定唔啱啊，係嗰個制度係點樣優化、點樣演變咯。其實路邊嘅位咧，正常係唔應該平過停車場，應該係要貴過停車場。好似有啲角落係咁樣嘅，喺個自動計費，你超過咗咧，其實咧有啲系統咧可以感應得到。你本身泊1個鐘頭，譬如6蚊嘅，已經超過咗，應該你係要補翻呢條數。咁何來會有鎖車呢個問題咧？佢手機本身都有個 app 交抄牌啊，嗰啲嘢都可以交。你喺上面交之後，你再打電話都得㗎，我覺得。你要 pay 錢嘅咧，就係好容易揾到位嘅。你唔使 pay 嗰啲咧，就難啲啦。一日到黑都唔會有咯。我哋啲身受其害嘅，兜幾個框都冇嗰種人咯。嗰啲電單車位都係俾人泊晒，你揾成日都唔會揾得到，即係唔流動咯。
抄牌上訴係冇用嘅，我車俾人抽咗出嚟，過幾兩個禮拜打嚟問我仲有咩新嘅嘢提供，我話嗰度有個 cam 可以影到喎，未能提供。香港早幾年咧已經引入咗智能咪錶，可以支援唔同嘅入錶方式，而且仲有遙距入錶呢個功能。內地更加已經普及咗無感支付㗎啦。澳門一直都話要做智慧城市，要搞智慧交通。點解我哋唔可以參考一下香港、內地或者其他地區一啲咪錶嘅做法呢？最弊嘅係連最基本嘅街邊咪錶合同重新招標工作都係搞唔掂，一拖又拖咗2年啦。至今都冇實際嘅行動，或者有清晰透明嘅時間表。正如一開頭所講啦，澳門係車輛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，因為揸車係澳門人嘅實際所需，而泊車位係最重要嘅民生議題之一。點解唔諗多啲措施去改善佢呢？例如澳門就咁缺停車位，但係周邊就咁多閒置嘅土地，點解唔可以喺啲閒置土地未確定用途之前，就用咗一啲臨時嘅泊車同埋停車嘅設施呢？以上類似嘅問題，唔知大家有啲咩睇法同埋建議啦？留言同我哋一齊去討論啦！